Well, we just want to introduce the next couple who is from China, Hong Kong. 想要特别介绍呢，接下来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夫 This 妻。 year we have 370 graduates from 16 nations, and they all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many different challenges. 今有来自16个国家，370个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挑战。 And today we have Elton and Cecilia Lam, who's come here to share 今 with us 天有 their 荣月 testimony, 慧贤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 what God has done for them the last 7 months. 对了，恭喜他们， Let's welcome them. 欢迎他们。大家好，我係 Elton，我係 Cecilia。我哋都喺香港嚟。喺06年，我哋去趙容基牧師嘅祈禱山參加特會，俾康希牧師嘅講道吸引咗，又知道城市豐收教會一直都有開辦神學院，我哋兩個好渴望經歷有系統嘅神學裝備，幫助我哋有果效咁樣去服侍。但係基於金錢、時間同埋服侍等等嘅理由，一直都未能夠成行。而且我哋兩個係唔會抌低對方嘅，所以二人同行，導致讀 SOT 嘅夢想更加遙不可及。但係自從09年開始，我哋教會每年都有弟兄姊妹嚟讀 SOT， 當中乜嘢年齡都有，有啲仲帶埋小朋友一齊嚟添。心諗佢哋得，我哋都得。最後舊年參加完好朋友嘅 SOT 畢業禮，神同我哋講，我哋要去讀 SOT 啦。我哋就聽話。當我哋踏出信心嘅一步嘅時候，奇妙嘅事就開始發生啦。當弟兄姊妹知道我哋要嚟讀 SOT， 喺金錢上嘅祝福就從四方八面而嚟。首先係中國國內，繼而係香港、新加坡同埋美國等地。更奇妙嘅係，我所負責嘅機構正要面臨破產嘅時候，喺 SOT 開課之後2個星期就收到5萬蚊嘅捐款，同埋政府74萬嘅撥款。神係又真又活又信實嘅上帝，哈利路亞！嚟到 SOT， 透過有紀律嘅訓練，每朝早我哋由敬拜、讚美同埋聆聽神嘅話語開始，靠住主嘅恩典，我可以按時完成 SOT 所有嘅要求。感謝主，我嘅內在潛能被拉闊啦。我一直認為自己唔係講道嘅材料，所以次次咧都係推個老公出去嘅。但係喺 SOT 裏邊係有講道學，每次考試我哋都得到寶貴嘅意見同埋鼓勵，俾我可以按部就班咁樣去提升呢一方面嘅能力。而喺SOT 短宣裏面，我第一次正式喺青少年教會講道，效果居然唔錯，俾咗我一個好大好大嘅肯定。原來我係可以講道嘅，讚美主。喺 SOT 呢7個月嘅裏邊，我同士師參與唔同嘅事工實習，我就參與咗化妝事工，因為我曾經係一位專業嘅舞台化妝師。而喺過去嘅日子同唔同嘅藝人合作過，亦好感謝教會俾機會我可以分享過往喺舞台特別效果化妝嘅經驗。呢個亦都對我一個好大嘅肯定。喺我哋參與事工嘅過程當中，發現所參與所有嘅隊工絕大部分都係義工嚟嘅。縱然係義工，佢哋每個人嘅態度一啲都唔馬虎，仲好認真、好順服，而且仲有專業嘅水準。呢種專業同埋卓越嘅服侍態度，我哋必定會帶返教會，令教會更加卓越。呢7個月確實俾咗我哋靈裏邊得着休息，同神更加貼近，而我哋兩個就更加親密。7個月嘅 honeymoon 係額外嘅收穫。俾機會我哋更加多嘅溝通同埋關心對方嘅需要，真係一個充滿恩典嘅蜜月時光。又喺我哋參與短宣期間，慶祝咗我哋7週年結婚紀念日。波比院長經常講笑咁話 ，SOT 好比上山學功夫一樣。今日我哋畢業啦，我哋終於可以落山啦，要返去我哋自己嘅城市，
我哋將會建立一個全新嘅職場教會，好似城市豐收教會咁樣。我哋必定會運用喺 SOT 所學嘅一切，去影響職場同埋城市。神俾咗我哋嘅異象，就係要建立一個貼近時代、充滿創意、充滿色彩嘅21世紀教會，為嘅係要完成文化職任嘅使命。喺呢個時候，好想藉住呢個機會，多謝城市豐收教會，多謝康希牧師，多謝耀山。你哋相信我哋，你哋係我哋嘅榜樣。我哋相信香港未來必定有更大嘅復興。哈利路亞！一切嘅榮耀、頌讚都歸俾我哋主耶穌基督。阿們。Amen. Come on, let's give Elton and Cecilia another big round of applause. 对了，热烈拍掌归给荣月还有慧贤。